去漢南洞 shopping， 我每次都會去呢幾間。第一間 Wola Wola 品牌係由張元英代言㗎。比起聖水洞同埋百貨公司細細間嘅 counter， 呢度好閒好多。呢個品牌整體走法式甜美復古少女風路線，張元英同款係比較多人買，同埋呢度係比較齊全。雖然佢哋嘅設計唔係全部好啱我，但都會揾到我自己中意喜歡嘅款式。另外一間 Maison de la Meme 都係走法式路線，出名係法式復古手袋，設計都好有大品牌嘅感覺，價錢都算親民㗎。呢度買嘅衫都係走中性路線，褲身西裝皮褸配白色褲，好有韓藝法式感。第三間品牌 Grove 走嘅路線係簡約復古風，好多時尚博主都稱佢為韓版喵喵，所以好多韓國女星都好中意呢個品牌。呢個品牌強項係針織同埋復古校園風。另一個品牌 Joy Grison 佢哋最出名就係手袋，因為之前有好多韓劇都出現過㗎。最廣為人知就係韓素希香韓劇夫妻的世界都用過呢個品牌。最尾呢個品牌 West End Regulation 係我最中意㗎，走嘅路線就係 Y2K 運動風，背心棒球帽係韓星穿搭出鏡率最高嘅。我揀咗呢個配搭都係我平時最中意着嘅，同埋佢呢件新款牛仔褸我都好中意啊。